大家好，我係 Impossible 413，今日我哋要嚟拍攝 Roblox 免費物品第3集。而家我會話俾你哋一啲可以獲得免費物品嘅遊戲，但入邊有隱藏嘅代碼，所以要跟住我一步一步咁樣操作。如果想獲得其他物品嘅話，你可以去睇下我呢個系列嘅前2條片 Roblox 免費物品第1集同埋第2集，而家係第3集。第一我哋要推介嘅遊戲呢就係呢個，跟住我打。稍微等一等。就好似我咁樣打，然後按確定，然後就會有一個遊戲。由於我呢個帳號已經攞過啦，所以依舊都係用我嗰時候隨便創嘅一個新帳號，然後重複我啱啱打嗰啲。由於我啱啱已經展示過啦，所以呢 part 我而家會打好快。好，就入到嚟打個呢度寫住嗰個遊戲，中文翻譯係奇幻豪宅，有可能會有翻譯唔同嘅問題，所以你就可以睇下佢嗰個畫面係咪呢個 Mansion of Wonder， 但必須要係第一個喎，唔好睇成其他喎。按入去，入邊有5個免費代碼，我會話俾你哋聽，可以去免費攞嘢。跟住我咁樣行到嚟呢個狐狸隔離，又按呢個獲得戰利品，又按呢個兌換代碼。然後我而家就教大家點樣打5個我知道嘅代碼，可以換到好多免費嘅嘢。第一個就係咁樣打嘅。就係咁樣打俾你哋睇一睇，然後按確認，你就會獲得一個徽章，寫住滑石和口香糖。當然，如果你係其他國家嘅人，顯示就會有唔同。反正你而家就已經獲得咗免費嘅物品啦。第2個代碼跟住我打。你哋可以睇一睇，好，然後按確定，然後佢就會寫住然後你哋就獲得咗一個免費嘅物品，佢會寫住已經成功兌換啦，大家要記得。兌換咗之後，我哋就又獲得咗一個免費物品啦。轉頭我哋會展示，之後呢個代碼就跟住我咁樣打。如果你覺得我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請幫我點個讚或者幫我訂閱，非常感謝。俾你哋睇一睇，然後我就要按確定啦。好，然後你就會兌換到一個免費嘅物品啦。轉頭我去俾你哋睇一睇。第4個免費物品，我覺得非常好睇，就係咁樣打嘅。俾你哋睇一睇，好，又按確定，然
然後你又會兌換到一個嘢啦。轉頭會俾你哋睇下，最尾一個代碼跟住我打。俾你哋睇一睇，又按確定。好，兌換完啦。好，呢個就係呢個遊戲嘅全部代碼。而家我哋就會去第二個遊戲，但係我哋去第二個遊戲之前，我會展示一下。我而家會展示一下。呢個呢就係我哋獲得嘅第一個物品。就係呢個，就係呢個一個好細嘅公仔。而家我會將我呢頂帽除低先。就係呢個好細隻嘅一個公仔。第二個公仔呢，就係呢個識飛嘅書本，咁樣睇起身都好型啊！由呢個呢，就係一個有金色邊嘅一個呢個遊戲嘅書包，然後之後就有一個好型嘅幽靈嘅 aura， 呢個就係一個火焰嘅 aura。之後嗰啲就係我第二條片講嗰啲啦。好，而家我哋就會入第二個遊戲，跟住我打呢個名，大家千祈唔好打錯。跟住我打呢個名，千祈唔好打錯喎，唔係你就會去咗其他遊戲。然後你就會揾到一個遊戲，呢個第一個，但記得要睇清楚呢個創作者係呢個 Roblox Build It Play It， 然後按確定，然後佢就會再入啦。然後跟住我咁樣行，見唔見到前面有一個寫住播放卡，前面有一個舞台嘅。如果你係其他國家，就會見到其他你哋自己國家嘅文。然後就按呢個點擊完互動，然後就按呢個兌換代碼，然後就跟住我打呢啲，打呢個代碼好 easy，就係 DIY， 確定，然後你就會兌換到一個嘢啦。轉頭會展示。第二個呢就係跟住我咁樣打。到未？然後按確定，然後你就會獲得一個免費嘅嘢啦。然後仲有第三個，我啱啱打錯咗，所以重新嚟一遍。注意喎，要按呢個 tick 掣，然後必須右下角佢會俾你個徽章，如果冇俾你徽章嘅話，即係證明你冇按到，要再嚟一次。第四個代碼，跟住我咁樣打。建議你哋冇按快進，慢慢睇我打。好，俾你哋睇一睇，然後按確定掣。睇嚟我係打錯咗，所以等一等。要按確定，然後你就會代換到啦。然後右下角記得要睇清楚徽章，唔好似我啱啱咁樣，咁樣就係兌換失敗。然後第五個代碼，
Victory Lap， 跟住我咁樣打，然後按確定，又再兌換到一個免費嘢啦，再孭一個免費嘢，跟住我咁樣打。然後按呢個棘，你又兌換到一個免費嘢啦。最後我哋睇一睇我嗰個道具，由於嗰個喺度 Roblox 嗰度上載緊，喺度審核緊，所以等一等就可以用到啦。由於係咁樣，所以我就開我嘅副帳號66880066嗰個帳號嚟俾大家睇下。兌換到嘅分別就係有依副，而家我喺度點緊依副眼鏡啦，但為咗方便，我將全部嘢都除晒，然後再展示俾你哋睇。然後啱啱我哋兌換到呢，就有依個眼鏡啦，有依個髮杖啦，依個耳機啦，依個小公仔啦，依頂帽啦，然後依個書包，依個就係我哋啱啱打一個遊戲兌換咗嘅。好，今日我哋呢條片就喺呢度結束啦，多謝大家連續支持我嘅3條片免費物品，所以我呢個系列要暫時唔再加，因為我而家都要去睇下有冇一啲其他免費嘅嘢，我之後會重新拍其他遊戲，唔會再拍呢個系列。如果大家想我再拍呢個系列，可以喺評論區嗰度留言。好，今日呢條視頻就咁樣結束啦，所以多謝大家你哋嘅留心收睇，拜拜。